時間好緊住啦，好多謝大家，快啲講，唔係我哋嘅歌，嗱，我真係去到遠少少，第一次認識我哋嘅朋友，聽先，點解點歌呢個環節咧？唔使點 C.O. 大歌，例如你想聽個歌手張國榮、譚詠麟、陳奕迅，你講出嚟啦，歌名又得，歌手又得，我哋開始點唱，咁啊，嗱，太新嗰啲咧，我哋又唔點。嗰啲舊歌我哋最中意嘅啊！嗱，超鋒嗰邊，超鋒就選擇咗你，大家你睇超鋒個名啊？我叫林偉祥。OK，你想點咩歌？你點咩歌啊？想點風箏。風箏。再抱擁多次，再挽手多次，再找得你回到相約點。你唱到一點點，我嚟啦，不如。再抱擁多次，再挽手，你嗰邊有有少少問題。聽清楚先。聽清楚先 ，listen。再抱擁多次，再挽手多次，再可不可以回到天問嘴邊相約點？描畫彼此心中景致。風箏會旋轉，飄往藍天，竟不怎為意，高不升空猛飆，最後都歪到斷線。OK， 風箏如走風，憶處快樂的痛，靈魂隨着狂風。有了它就算空，仍能流浪在笑。我做你哋嘅障礙。風箏沒有風，邊一顆心也都很重。誰能耐做微風？不必管我的輕重。有了它就算空，讓落在臉紅，決定也不痛。年輕的碰着誰？快活到每日打仗活盡100歲，有過節亦能盡精彩，經聲隨，快活到每日大1歲。再流動，就如咖啡一邊作動，誰要那每段能秒得到，就如得到被人對待，將到這途，就似快樂笑容誰真痛。高低激動別淚，我想要返到現在。換上智慧了，將每月來又去，不做正常，我想要不做正常，佢就是我為誰？年輕得碰着誰，仍能像威馬不分誰，快活到每日也像活盡100萬歲，任何事亦能像精彩不精髓，快活到每日大1歲。我決定選最後面嗰排嘅嗰啲觀眾嘅聲音。係，你哋想點咩歌？最後，我哋有祝第二。會分兩你哋㗎，最後係一首歌嚟㗎。係，最後先薛凱琪嘅小蘋果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，怎麼愛你都不算多，我的真的真的真的我的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。怎麼愛你都不算多，遇上短短的情節，那就真心我愛的大大。OK， 小蘋果都識唱，小蘋果都識唱，我覺得唔識啦，頭先嗰個係啊。OK， 係呢邊啦，不如好嘛？呢邊真黎明嘅。黎明請你黎明嘅咩啊？願你今夜別離去。得㗎。但我真正的離去，那一刻用郭富城唱得唔該。不管有等泡水，郭富城唱黎明。願你今夜別離去。4
中間位，你舉高手，跳支高樹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 OK， 嚟上嚟嚇。童話。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Cindy，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Cindy，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I can sing it，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王子，张开双手，张开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一起写我们的结局。Thank you。Yeah。好，跟住嚟放翻，就放架車喺度啦，唔好煩。去。唔係你仲有啲花式喎，你試下跳上去直接。哇！你唔好見好易啊！呢個真係好難呢下跳。試下做呢個先。得啦，我哋可以變馬戲團嘅。哇！小心啲啊！你冇見到莫斯科馬戲團蕭生已經走咗啦，我哋唔係莫斯安馬戲團。係啊，OK。睇下我轉到幾耐先。掌聲，唔該。好啦，掌聲唔停咧，你就好停啦。掌聲唔停，你好停啦。可以。好啦，唔該白車，跟住要行直路。OK。喂，唔好行嗰直路真係。你而家有原款嗰啲嚟㗎。OK，好啦，今日其實真係好開心嘅，我哋真係。真係。請問有邊啲係第一次睇 C AllStar 㗎？你成日㗎？不如介紹下自己先啦，順手。我哋係 C AllStar。我叫安仔，大家可以一齊，可唔可以1、2、3叫住安仔1、2、3？哇！好聽，大家好，我叫 Jace， 大家可唔可以1、2、3叫一次靚仔啊？1、2、3。我個人係好面皮厚嘅。唔係好謙虛啊！你我覺得好謙虛，好低調，好低調。比較謙虛。我啊，係啊，我叫阿 King 啊，大家好啊，我好怕醜噶，你哋可唔可以？好笑啊！自己話自己怕醜。哇，係啊，我面紅啦。佢除咗叫阿 King 之後，我哋都會叫佢皇上。OK 啊，OK。咁啊，我叫超峰啊，大家好啊。唔係啊，佢叫超峰。呢個真係佢真名啊，日本人。超線，好。超峰 BB 黐線，全名係。超峰 BB 黐線。係啦，要補充一下大家提供下呢個全名俾大家。OK。咁希望第一次認識嘅朋友，有啲嘢我哋真係好需要你哋嘅，就係at我哋嘅 Instagram 啦，like 我哋嘅Facebook 啦，呢啲係我哋必須嘅。係啦，除咗你哋大叫哇好開心好多好正啊之外咧，呢啲嘢係最實際嘅。我可以成日全場咧一齊空中俾一個 Give me five 咁樣，唔會有聲喎。1、2、3。哇，OK 喎，原來神像咁樣拍過㗎喎。
OK，咁希望大家如果真係喜歡我哋嘅話，就做頭先我講嘅嘢啦。喺度送俾大家。我哋天梯。